다 니마 알아서 대처로서 그러마 지정가 저 렌들링 이미기 다 카도지 잡혀서 나온가 너만지 또 그스페 니마라서 다 동이 공스페 메지존 가서 니마라서 또 내려 줘도他马上就放了这，是哈。开始闭面，下次这问题。欢迎林着399大哥。哇塞！感谢399大哥，你妈了，这谢谢大哥，让你破费了。看照片什么个大哥399大哥。good gender 마자 조카 몽치리 지 마에 건데 웬 더러져 다 대중 레죠 당을 보는 삼 나유래 마치르 조카 못한 치치르 더치ren가 카마게치 니마 알로츠리 카도지 못하긴데 피게 제제래 tonto 너무 조가 많아서 그걸 배우니 말았어 그러지 그자 니 말았어 되냐 제가 나 고진다 点赞兄弟们点赞走起感谢抖音官方感谢抖音平台我是阿赖直播我是马来斯直播我是伊赖斯直播哦呀这里有看不到抖音官方1号 yes no 抖音官方谢谢
从嘛，搿来个点赞今天陆续看见搿个做点赞加油，就是大家那么搿里其实来都啷个半年嘛了，点赞搿才没搿才难的，那么下面对人讲吧的，这个大单你没了俺一下，真的叫的说，当我国简直是俺不跟人们在这里来，看要找你找嘛，跟他撑着没的，再说个谁？要说什么？先做惩罚你，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先你做惩罚，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谁客栈的？是客栈。我在代替他说语言，说那个汉语，要不然他又要背那个了。他不会说普通话，他只会说阿拉巴拉。他真的做嘛的嘛，对，其实个就那么简单。看嘛，啥子过来个节目？就是记在看嘛，这都只能呀。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我是文明主播、健康主播。抖音官方，我们 PK 的话是文明 PK。13个人的小心心，说嘛。是，感谢组织来。一人一个小心心。一人一个小心心，对咖喱巴子。一人一个小心心，谢谢。感谢1376送出的小心心，乘以8是不是8个？感谢1376送出的8个小心心，感谢 EHV 送出的1个小心心，感谢展翅飞翔送出的1个小心心，谢谢你们。小心心速度最快的。还差7个人的小心心，家人们加油！组织来。差5个人的小心心，还差5个人，家人们加油加油！感谢用户193什么什么什么送出的8个小心心，感谢白马送出的1个小心心。感谢人生如梦送出的1个挑战失败。哎呀，挑战失败喽！感谢白卡瓦金送出的小心心，感谢用户8051送出的小心心。墨镜，哦，墨镜。对方拒绝那个，请你那个不要发乱七八糟的那种消息啊！什么电影哦，真的是。暂时帮我开工去叫什么？小心这个。大哥，旁边那个是我的妹妹，她帮我不说话的话会断播的，大哥。我说汉话有点不标准。标准。所以我就帮我说话。对的，大哥。你慢一点说的话，不会被封的。
听了吗？听了。感谢这不了吗？感谢大哥。399大哥，谢谢送来的这么多礼物，今天晚上让你破费了，大哥，赶紧去。这一辈子我最喜欢南家群错。这一辈子我最喜欢南家群错。这一辈子我最喜欢南家群错。真的。好。这一辈子我最喜欢南家群错，真的。鼻子这鼻子都那么。鼻子可以写。鼻子可控呀。来，点点关注兄弟们，我的榜一点点关注。给榜一点点关注，谢谢。榜二点点关注。给榜二点点关注，谢谢。拜拜，所有拜拜。拜拜。拜拜，就是了。拜拜。没拜拜就是。你们拜拜。我是健康主播。拜拜。听了，大哥，399大哥，我旁边那个是我的妹妹，大哥。我一个人说这边的话有点不标准，所以就是容易会断播的。帮忙代替你。他就帮忙的代替的，帮我代替的这个。就是他的那个普通话有点不标准，然后那个抖音那个官方出来。识别不出来，然后我就在这边帮他那个说一点普通话，看看能不能那个续播，要不然会断播的。对，大哥，明白了吗，大哥？普通话没有的，牦牛肉多得很，大哥。以后你来成都的时候，我请你牦牛肉，真的，大哥。你说一下吗，我的大哥399大哥。好，南家群错。遇到你，我很感动，也很喜欢你。从今天开始，可不可以答应我？我非常非常喜欢你。南家群错。可以了，再来。你来票啊！哪个单词？我不睡觉吗？不用叫。在这里。你今天晚上傍晚行。他的老婆，我的姐姐已经睡下喽，然后我再帮他，然后他说我不用叫，意思就是我不用睡觉。哪里说了不用睡觉？他老婆睡觉了。我老婆说早就睡觉了。
私人飞机一个到了的话，我们两个一起看嘛。对。感谢洛松送出的2个小心心。感谢陆松送来的2个小心心。老师，然后怎么说呢？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啊。好的。感谢送来的小心心。感谢卓玛送来的小心心。感谢康巴男孩送来的小心心。感谢卓玛又送来了1个小心心。感谢送来的小心心要放弃了。感谢送来的小心心。差4个人的小心心。感谢 Sam 送出的小心心。感谢蛋曾送出的小心心。感谢蛋曾送来的小心心。感谢卓玛送出的小心心。感谢卓玛送出的小心心。感谢洛松达丘康巴汉子用户。感谢洛松达丘康巴汉子1376送来的小心心。哥哥，看一下，哥哥查一下，查什么？查什么？卓玛美女。感谢送来的小心心。小心心。感谢。家人们多点点赞。哇，感谢用户哥送来的墨镜，用户哥吗？用户第尾号，读出这个尾号就可以了呀。感谢用户3600送出的墨镜。感谢用户3600送来的墨镜。Yes。今晚打他。看一下你的妹妹。妹妹长得特别丑，如果看的话，把粉丝都吓跑了，那样对她不好。她声音的话还行吧，声音还很可爱嘛。对她长相看过来的话，我容易害怕，我的粉丝们都会跑的。8点你特别帅气，谢谢。8点你特别帅，没事的，看一下。谢谢你的夸奖。真的，姐姐我特别丑，我怕你们都吓跑了，所以就不看了。我现在就是帮你们的巴登说几句普通话，送来的小心心，要不然他老是被断播。感谢1376送出的小心心。感谢卓玛姐送出的小心心。这个是我的小号。粉丝朋友们没有关注的，帮忙点点关注，谢谢。点击头像左手边。点击头像左手边。那里点点一下。免费的。就给培养母子看。那里点点一下，免费的。左手边那里点点一下，免费的。你自己说的话怎么说？就这样说嘛，不用按照我的走嘛。阿爸阿妈才人罗家是女的，是长得特别丑，然后看的话，你们都要被吓跑了，所以我就不看了。谢谢康萝卜，什么萝卜？不是索萝卜，索萝卜赶紧切，谢谢。谢谢索萝卜，还有谢谢1376。真的，我看的话就太丑了，你们就吓跑了。说的是真的吗？真的。所以我就不看了，你还是看我们的帅气的巴登大哥吧，你们主播。免费的关注做一下，兄弟们，这个是我的小号，这里点点关注，兄弟们。巴登大哥有老婆，是我姐姐，然后她已经睡觉了啊。我哪里有老婆？不要乱说。这些都那就真的会生气的，我是。不要乱说，你就读个字，其他不用管。老婆有没有甩问你的？气死人！
你妈了操！很多美女失望的日的，不要这样说嘛操！发誓。我赢了。后面去做20个蹲去。兄弟，你唱歌的好听，谢谢1376。大哥，你们朋友我看不到吗？我不知道你说的啥意思，1376。大伙都全会说。呀，在底下那个人给他，这个下播我就大号开一下试一下啊，那就去做。你就等一下。看着吧，你老婆去哪里？他老婆在睡觉。8点你多大了？他今年42了。你们我快到了50吧？那是怎么做你们？培养我嘛这。可是这一点来工作30多岁，37岁了吧？33岁。1376大哥他33，可以关注一下我吗？可以，兄弟们，俺得俺个单友群的，从那个多可去弄了，我把咱妈妈了，那这个就。他唱歌的话就会被断播。对，不让唱。不敢唱。我也想唱歌，但是不敢唱，真的。他老是被断播，因为他普通话说的不行，然后普通话说的抖音官方什么普通话？普通话说的不行，然后抖音官方老是断播。然后抖音官方被断播。被断播了。真的做过的是过了吗？可以。你已经开始了。可以。谢谢索萝卜嘎登姐送来的小星星。索萝卜，一起加油！索萝卜大哥送来的小星星。谢谢索萝卜大哥送来的小星星。谢谢我们的加油大哥送来的小星星。谢谢我们的贡爵帅哥送来的小星星。贡爵帅哥。谢谢我们的词人刀吉送来的小星星。好的，关注了，谢谢1376大哥。谢谢1376大哥的关注。谢谢送的小星星一样的。一起跟着这个了，从你们这里去了。谢，加油大哥！感谢茶雅男孩送来的小星星。哦，成都茶雅吗？对，茶雅男孩，对。茶雅男孩送来的小星星，谢谢茶雅男孩。那就小星星了，赶紧去查9个了，小星查8个了，小星。成都的茶雅原来就是。家人们，一人一个小星星，一人。查4个了，小星。8个人，最后8个人的小星星兄弟们。还差7个人。4个了，小星，一人一小星，查4个了，小星。没有上过的，前面没有上过的，点开小星星，建议没的这个小星星在这里看你做。差1个人小星星。还差2个人小星星。帮忙上票，家人们，还差1个星星，一人。打掉一次。
哦，完成了，兄弟们，谢谢你们的团结，这个是我的标准，标准。这个是我的没毛病。感谢子南亚鹏，感谢大哥，感谢朝阳男孩，感谢切哥，感谢公主帅哥，送给主播的小星星。感谢。欢迎41级的大哥。空隙时间你可以说那个我是健康主播，我是文明主播。我是健康直播，看着自己两个也对。你们那主播。你慢一点嘛。怎么你旁边那个我是健康直播，我是才艺直播，我是正能量的直播。抖音官方。干花。8点我特别喜欢看你的直播。哎呀，好的，谢谢。爱过。好的。感谢。谢谢。大家。就学习嘛，学习。今天我进了老师，真的。主播，你旁边那个是谁呀？我是他的妹妹，怎么了？怎么了？那话不能说。我是他的妹妹，大哥，可爱的那种就说是。是你的粉丝，又不是我的粉丝。你能唱一下歌吗？二哥，今天晚上可能唱不了歌。唱歌的话容易会断播的。我刚才记得些，这他们那是哪子？你一个人赢了。我一个人赢了。对。你们2个人输了啊哈。我们2个人没有惩罚。我吃完就去的呗。啊。吃完我的骨头吧，我把破表你们吃完就走。这点吧可这个好看。那我们2个都一起做嘛。可以。没事。首先做那叫票刷嘛。先做南展青葱，南展青葱那个叫什么？南展。多少把的？青葱。多少把的？这俺这取消为啥？什么时候取消了？这个是我的小号。妈电把敲打好呢，这个打好的不没得小号的敲个跑去的，呀没当也怕干了这个这干了去。哎呀。那我就敲对着么干。你这个妈呀！又带这个。家人们，点点关注，家人们，点点关注。我到底在哪里？家人们，从哪个来关注就记住啊！我就这个下播，我就大号开下，试一下嘛，好的。
我就大号开一下，兄弟们，试一下，按照怎么接入。直播间的朋友帮忙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刚刚前面那一句说，重新说一下。什么？抖音官方？抖音官方，我是正能量主播，绿色主播。无法识别语言和文字，是因为普通话不标准。抖音官方，我是正能量主播、健康主播、文明主播，谢谢。说。说什么？那个女的是来自哪里的？说。美女你好。美女你好，你是来自哪里的？我是拉多的。拉多的。来自拉多，西藏拉多的。巴丹的我大号小号都关注了，谢谢，谢谢姐姐。阿果是姐姐吗？姐姐吧，应该是。阿果是应该是男的呀。爱国应该是女的。哦，谢谢哥，大哥，谢谢大哥，谢谢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帮忙点点赞，点点关注 ，Thank you。你讲了，现在不用。我们两个避免啊。抖音小助手，我是健康主播、文明主播、绿色主播。这个说多一点。无法识别的语言和文字是因为普通话不标准，请多多审核，谢谢。但有用的。谢谢萝卜，谢谢萝卜，谢谢萝卜送出的小心心，谢谢。抖音小助手，我是文明主播、健康主播、绿色。官方。为什么不让我们说本民族语言？我不知道。不知道兄弟姐妹们。还差4个人的小心心。只能就好好学习。还差4个人的小心心，还差4个人的小心心，兄弟们，还差4个人的小心心，一人一个小心心，可以吗？我的朋友们，唱一个。康巴大哥唱不了歌，最近唱不了歌。管得特别严。一唱歌就抖音就会被安排，不好意思。抖音就会安排。对，抖音官方无法识别语言和文字，是因为主播普通话不行，麻烦多多审核，谢谢。就这个话特别好，这个话重新再说还差3个人，那你自己说嘛，我教你。没有。无法识别的语言和文字。无法识别的
语言语言和文字，和文字是因为我普通话普通话说的不标准，说的不标准，麻烦您麻烦你多多审核，多多审核一下，多多通过一下，多多通过一下，谢谢。谢谢。我可能不做干，得这给这些。后面的可以多多通过一下呢。那你要跟抖音官方说话呀。抖音官方您好。抖音官方你好。无法识别语言和文字。他走了。我们两个学习的时候，他走了，拜拜。抖音官方你好，无法识别什么？识别语言和文字。是因为我普通话说的不标准，不标准。麻烦您多多审核，多多通过，一下，谢谢。OK。抖音官方你好，无法识别的语言和文字。是白的是吧？白色的白吗？是白糖的白吗？不是别去别碰。无法识别的。无法识别的。别的。识别的。哎呀，这些才是我们的人。抖音官方。别人的别字么了？你看。别人的别。别人的别。别人。别人的别。别人的别。别人的别字嘞。这个老师。别字里面波耶别波耶别识别。波耶别别人的别。波耶别人的别。无法识别。废人的现在废的还早。抖音官方你好，无法识别的。别的。波耶别拖拉机的啦。爷爷这个别人的别。识别的语言和文字。语言是吧？语言和文字。对，文字。对，无法识别的语言和文字，是因为我普通话说的不标准。太多了。这个地方太多了。你好像王宝强哦。一个一个说一下嘛。抖音官方。
关狗王关狗安关狗王关狗安关狗王关佛昂方佛昂方佛昂方然后咱们要在这里拿这个看的。方佛王关光安光佛昂方官方不安官方方方官方。不安方，我在这里学习，真的，今天专门请了老师，不然的话我天天就断播了。今天我请了一个老师，了都是这花式。那我们天天你这个别给舅舅家的没听着什么的，怎么个？我在这里学习，然后那老师读音官方官方官方还对官方还对龙的，官方，你好你好，无法识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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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我也我也别我也别我也别我也了这，识别识呀呀，别跟俺现的，识别识别识别，那是不好意思，识别识别别着的要去今天个来去广州吧，对，有哪年去是？蚊子文哪都够结果这可哎呀，说你听。避免啊避免闭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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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麦闭麦闭麦哦闭麦闭麦闭麦，好闭麦。哎，别你妈了，这等着和你们这等我中过去。在哪里？老师，在家里。在家里，今天晚上在家里学习，兄弟们，很多天没有开播，很多天没有开播，很多天没有开播，所以因为很多天没有开播，所以点点关注，点赞，点点关注，兄弟们，很多人关注取消了，点点关注，无法识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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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别识别，抖音小助手，我们的 PK 从来都是文明 PK， 没有低俗行为，请多多审核。对，请多多审核，谢谢。请多多审核一下，谢谢。女儿汉语发音非常棒。对，女儿汉语发音非常棒，我的女儿。噜噜噜，对，噜噜噜哭起来，兄弟们，白色的噜噜噜哭起来，666，不是噜噜噜的6是这，对56的6。666。抖音官方，你好，无法识别，识别无法识别，识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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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别别别识别识别识别，抖音官方你好，无法识别。看前不做的个找老师在做的，看弟弟是，老师给后你妈自己老师教人不？看得到前不做个找老师在做，抖音官方你好，无法识别。欢迎无名小哥，欢迎帅，欢迎新进来直播间的所有的粉丝朋友们，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抖音助手您好，无法识别的语言和文字是因为普通话不标准，无任何那个这都我教你，你谁教你？
无任何违规话题，麻烦多多审核，多多通过一下，谢谢。下次你叫我唱歌可以吗？叫我唱歌可以吗？可以，你在成都的好可以。你在西藏成都的好可以。平台扶持，平台感谢平台扶持，感谢抖音小助手，感谢小山哥送来的小心心。对，粉丝朋友们麻烦多刷一下那个绿丝直播噻，绿丝直播。粉丝朋友们麻烦多刷一下绿色直播，谢谢。谢谢粉丝朋友们，麻烦多刷一下绿色直播，麻烦多刷一下绿色直播，粉丝朋友们，麻烦多刷一下绿色直播，多点点赞，多点点赞。感谢抖音助手的流量扶持。这个什么？别无法识别，别别，无法识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子嘞，别别子嘞别别，别我说的是别，不是别，别别，识别无法识别。识别，我说的是别，不是别。抖音官方你好，无法识别。别别别，然后后面那个是怎么说？识别的。识别的。感谢抖音助手的流量扶持，谢谢。感谢抖音助手的流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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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持，流量福祉，感谢。感谢。无法识别的语言和文字，无法识别和语言和文字，无法识别的无法识别的语言和文字，是因为我的普通话不标准，是因为我的普通话不标准，麻烦多多审核，麻烦多多审核一下，谢谢。谢谢抖音助手，谢谢抖音助手，助手，感谢感谢，感谢抖音助手，麻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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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了，拜托了。他们自己做去买。谢谢扎西，谢谢小山哥，洛扎西，洛扎西，谢谢。谢谢罗扎西送，麻烦多点点赞，点点赞，点点关注。罗扎西，谢谢送来的这么多的人气票，谢谢成都丸子送来的小心心。那个美女是你的？隔壁那个，什么隔壁那个？点点关注下啊，兄弟们。抖音官方你好，就是这个呢。无法识别的语言。无法识别的语言和识别。无法识别的。识别的。无法识别的。别的。无法识别的。别的。别的。哦。无法识别的。是别的语言和文字，语言和文字，这个然后是因为我的普通话不标准，普通话后话不标准，不标准，麻烦多多审核一下，
谢谢，谢谢谢谢，你的，我的宝贝兄弟，我的宝贝兄弟，谢谢任金哥，谢谢宝你。贝子里面的个贝。我在成都，在家里，今天晚上在家里啊，兄弟们。唱个歌嘛。那我就唱一首《白塔》，耀东老师的《白塔》，你就翻译一下啊，歌词。放心，翻译一下啊。唱一首亚东老师的《白塔》可以吗，兄弟们？一段。仰望传奇的天空，我想起一首古老的歌，那是妈妈我唱给太阳的歌。无论天空与密布，你洁白的身影照亮虔诚的心。当天空光芒万丈，你雄伟的身影把和平洒下人间。决定嘎布，你是天上的星星，布满草原。决定嘎布，我心中的太阳。在这个翻译下，老师，你唱的。医生那个歌搜不到，怎么了？医生那个歌，那个抖音大号里面好像有，作品里面好像有吧？我看一下啊，有没有？没有的话，我就好像在私密账号里面，我就今天晚上通过一下。今天晚上我就给你们通过一下啊，兄弟们。小号着点。这个是大会呀，这个是大会，没有。医生哥那个没有。没有，兄弟们，那我就想个办法啊！今天晚上私密账号里面，想个办法。巴登老师，我关注你一辈子，我特别喜欢你的歌。哦呀，谢谢二狗接应的帅哥音呢。我有点想不什么这个。我有点想不通，你会唱汉歌就不会说普通话。这个好奇怪啊！唱汉歌也不标准。不标准。唱一首歌找不到的话。一首歌找到的话，刚才。蓝色的980呀，什么人都有，就是没有我的情歌，就是没有我的心上人。他对我说不爱我，因为我是没有钱的人。哒哩哒哒哒木哒哒哒，哒哩哒哒哒哒哒哒。什么讲错？看我老婆，你的老婆是哪个？你的老婆看好了吗？好，我的老婆睡了。看看你的老婆，我的老婆是早就睡了，明天早上早起床，
借小孩送小孩，这个说的标准吗？标准，标准吗？标准。好。怎么了？你是来自哪里的？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身高多长的？身高多长？然后体重多少斤的？多少斤的？斤的。体重多少斤的？啊？对面你是胳膊热了吗？家把都个样的。有可能。这个叫关你屁事。你在哪里？我在中国地方。真的。我在中国地方啊。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家去哪里？不要这样，学会尊重人噻，所以才抖音官方不喜欢你噻。不喜欢你哪里说了？不要这样，所以在抖音官方看不惯你，学会尊重人噻。好的。关你屁事。啊，男家群组美女，我在家里，我叫耿吃巴登，也是一个藏族歌手。歌手。手机的手吗？对。手机的手，歌手，藏族歌手。那么接下来我们两个打一场小小的 PK 好吗？ PK。好。拉票你说啊，老师。好的。请你吃饭。老师，你平时喜欢吃火锅是吧？我喜欢吃贵一点的火锅。贵一点的。不喜欢吃那个自助餐。贵一点的我今天晚上赚不来了。今天晚上反正我赚了多少斤？反正那个自助火锅我不喜欢。自助火锅不喜欢。我喜欢吃那个茶马广场的那个火锅。茶马广场火锅。对。我们的老师喜欢吃茶马广场火锅，兄弟们。打你微信噻。打你微信。好的。结果。他的意思是我的电视里面我们两个的火锅钱打过来说。我说的，他是这样说的。老师看一下呀，你的老师唱一下呀。妈的，家一代没的，都看你觉得这真的就一了，我个子。不要说藏语，你就说我头那个一下就疼了起。头一下就疼了，头一下就疼了。对。头。公主版的大地暖，我的脚趾甲。公主版的大地暖，我的脚趾甲。好看。这里好看。好听。公主芭提下的特色不用多说。
地。这些要生气了，二哥就。啥意思呢？我也不知道。公主巴蒂。公主巴蒂。谢谢公主。你的粉丝厉害哦吗？是吗？你的粉丝特别搞笑。肯定搞笑，兄弟们点点关注下啊，点点关注。这个是我的抖音大号。直播那个声音太刚出来的刚出发的，你是哪里有？你是哪里有？刚出发的。哪里有？刚出发的，你哪里有？我家里有。刚出发的。啊！我也刚出发的，刚出发的。兄弟，你在哪里？刚出去玩。我把你的电话号码藏的是公主巴登。刚从拔丁哪里有卖？这个也不知道，这个虫子。有卖什么意思？这个？他刚从拔丁哪里有卖？可以了吗？公主。可以。公主 boss 给你。公主 birthday， 你在哪里？在哪里？你笑什么？在哪里？在哪里？你说话你就说，笑什么？你笑什么？在成都，在家里。下七层没真的。啊，哥。说真巴的，下七层没真的。他结婚知道不是过讲出来。呀，这说毛的东西，呀，这香港的搞的钱。就是不见上个，等到让你们个，等到过节日吃嘛。da ngo butadi da na ta se dona se ko a se sarin so mo ta chi miorin tan tema so jati ti tan so a de silen ti kadda mai 刘姐们现在看不着，当着人我都看见们。那他不抓俺家，小伙抓上家。看见没着就过节们了。那张不家里，那当时候不能上，那当家嘛就那在没得，看着他的。ما څنګه کوم کو ګل نه په نامو په کانال ته ما جا کوم جاش تر دوه هي نه ما جان څه ما دل جان mo ne tone ko cheni ke ja te thoma ho da ko kon pa de yo na na te de mo ta ga te ju di da Turkistan o da tin sa de ya ti chu jang do na ko demba ris那家叫做你大字，这个咋了？你妈得就动，得就牙起来的。我没搞，现在个家子。哎，这给了咱们的家这些么嘛的，今天的。这，你们做设计的嘛，咱们的是懂。现在广州小兄弟们，这个是我的小号。那个单元群啊，怎么都可以去弄入看你这个。我是们同一个报告门口报告的家。这种是看办的了，目前上我觉得小号的是从买嘛，你家才的工作办的。马家讲的讲个都个不得着接的种着。
저거 고고 간정은 누구도 전을. 아, 또그 자구즈다. 근데 저 고사오다가. 아, 저 던다지 저로 그자 이어졌어. 저로. 택 가면 생글을 다래. 컨트롤 받는 전 말이. 다기야 던다 파스 푸니마로서. 포소야 또 됐다. 야도 너네도 돼. 링어 말이 됐지. 자 컨트롤 받는 거 이제 제톤 시트 펀티 니마로서. 자르면 이런 이거 쇼진신. 쇼아가 쇼진 좀 마. 랜드 다운이. 쇼아그런데 쇼진 좀 마. 또 gon지 야고. 그래 로자. 라 그저 또그 자구 거리 자유로. Nhưng mà alo suji mà judge được करे. Thế ta giờ chúng ta tâm tiến ra chả mà. 가르치. 너 거지를 좀 그렇잖아 이나 괜히 말았어. Nên tôi này cần rán đi đã chơi gì rán thong, rồi nó rán đi đã. Có shop vào đi lịch cái rồi rồi chơi gì đấy. 야 림도 그 빠야지. 나 라파 휴드지도 Mà 뭐. tôi rít mà. 가르치 사탄 시시야. 개미 요마 모진 요마 쇼도 모진 산 모진. 네, 콘도도 되는 Ini tuh randar dari rentah Rentah randar dah. Randar dah cipat cicu change rentah. yin dong gang de pe shong shong yari con che chu je ya ko chin tha mere chu den kal rona ma re ta te na ma Thay tombo. no thain tombo han thayung ko nyong tama re jit tro de lo kan shi to she po ze trasun si Nhọc cho mà. Phan đó gặp một lên đầu từ lao. lu yin ya thaya go ma ze on nyong tama himbo yer le
热，这个的比总就是这些个的芝麻被只要个是两个芝麻的。换个车，不要再这样搬家了。正确的办。